大家好，我係最中肯唔黑 sell 嘅阿 Cam 啊。咁啊，前幾期咧，我哋頻道有拍攝咗一條啦，中山根本冇地鐵嘅影片。咁啊，嗰條影片咧就受到好多行家朋友嘅歡迎啊，紛紛模仿啊。基本上咧，佢哋講嘅中山冇地鐵入邊嘅內容啦，包括係影片嘅封面咧，都係差唔多嘅，即係模仿得好似啦。首先我喺度咧就好感謝咁多位行家朋友嘅認可啊。咁確實咧，中山有好多啦 A 準行家，佢自己都唔知道，即係有基本上嚟講有97%嘅中介都唔知道中山而家起緊呢個究竟係咪地鐵嚟嘅。咁啊，所以話我都好感謝大家對我嗰條片嘅認可。咁啊，今期嘅話咧就出翻條啦，繼續係一條乾貨嘅影片嘅。咁啊就出翻條啦，中山24個區嘅一個介紹。咁啊，關於呢一個介紹，我點解想拍呢？係因為我喺帶客嘅過程中，尤其是有好多啦首次置業中山嘅街坊咧，對於成個中山咁多個區，究竟要買邊個區啦，邊個區合適，嗰個區嘅樓價又係點樣嘅，咁啊就冇話太深入嘅了解。咁啊，希望咧今期嘅影片咧可以幫到大家，幫大家咧喺置業嘅路上咧，咁啊提供啲乾貨。OK，咁我首先講下啦，中山咧總共有24個區嘅。而且咧，中山呢個城市好特殊，係因為咧，大家知道有絕大部分嘅內地城市咧，一個城市入邊下屬咧就係區，區再下邊咧先係街道，先係鎮。但係咧，中山唔係嘅，中山咧冇呢個等級之分嘅。中山嘅區、街道同埋鎮咧係直接大家咧獨立出去嘅，即係咧大家嘅嗰個行政嘅地位咧係差唔多嘅。所以話大家見到啦，西區咁啊，西區下邊咧又冇咩鎮，又冇咩街道啦，咁啊呢個就係佢特殊嘅原因啦。所以話點解好多街坊一開始就已經亂咗，係因為咧佢呢一個區域劃分咧太細緻化啦，總共成24個區。咁啊方便大家記嘅話咧，我俾我自己一個記法啦，就係我一般咧會將呢啲街道啦、區域咧分成係5個部分嘅，上北下南、左西右東，同埋咧中部嘅市區部分。首先北邊啦。南頭、黃埔、浮沙、三角、港口，南邊咧就有坦洲、三鄉、神灣、板湖，西邊就係東鳳、小欖、東昇、橫欄、古鎮、沙溪、大涌，東邊嘅話咧就會有民眾、火炬、南朗、馬鞍島，同埋中部嘅4個市區，石岐、東區、西區同埋南區嘅。咁啊，我用翻一個篩選法嘅方式啦，去介紹今期嘅影片啦。首先，我先篩咗嗰啲唔適合大家買嘅區域先。咁啊，分別就會有啦：南頭、南朗、黃埔、浮沙、三角、東鳳、橫欄、古鎮、大涌、民眾、馬鞍島、神灣、板湖，同埋啦火炬開發區。靠近東邊嘅南朗、馬鞍島嗰一大片區嘅火炬開發區，咁啊呢咁多個區入邊咧，我首先講翻啦，唔係話唔適合大家投資啊等等嘅，我只不過純粹係覺得呢啲片區唔適合大家去居住啊。咁啊跟住嘅話咧，入邊咧亦都有2個片區係比較之特殊嘅，就係神灣同埋板湖。佢特殊嘅原因係喺邊度咧？係因為神灣同埋板湖咧呢2個地方本身咧係一個人口稀少嘅2個片區嚟嘅，但係呢5、6、7年嘅時間咧，有好多嘅香港街坊買樓選擇置業咗喺呢2個區，咁啊變得咧呢2個區咧人口慢慢開始上漲啦。本身呢2個區域咧，可能佢哋嘅配套啦會集中喺咧佢哋鎮嘅中心位比較多嘅，亦即係話咧佢哋鎮嘅邊皮位咧，你基本上睇唔到咩配套嘅。但係隨住呢個人口嘅上升，好似慢慢呢個鎮咧開始會有啲民生配套啦，開始慢慢會有啲人氣啦，而且咧香港街坊咧住得越嚟越多，慢慢變咗咧好似呢2個即係神灣同埋板湖咧，慢慢形成咗自己嘅港人社區嘅。咁所以話咧追求同聲同氣嘅街坊咧，可能呢2個片區都係大家咧適合嘅其中2個區啦。OK， 咁啊上述嘅咁多個區入邊咧，喺我嘅角度嚟睇咧，係現時唔適合居住嘅。佢哋多數嘅原因係乜嘢咧？第一個區域入邊工廠比較多，廠房比較多。第二個大車貨車比較多。第三，大車貨車比較多會有咩問題咧？亦即係沙塵多。
即係咧，你行喺個街上咧，你基本上咧同人形吸塵機係差唔多嘅。你行喺度咧就相當於係吸塵㗎啦。OK，咁啊，跟住第四就係人口唔夠、人氣唔足，從而導致嘅配套設施唔完整。第五個就係咧，佢因為係工廠區，所以咧有好多啦外來嘅務工人士，咁啊就會變到咧成個區咧就會顯得好雜亂，衞生環境差。最後一個就係咧，基本上咧呢啲區入邊咧有部分嘅區域啦，即係好似馬鞍島啦，火炬靠近馬鞍島南廊嘅位置咧，就係中伏位嚟嘅。佢哋嘅中伏位咧，多數係因為之前中山樓市上漲嘅時候咧，深中通道嘅概念而中伏嘅位置嚟嘅。咁啊，嗰啲區經過樓市嘅泡沫擠爆咗之後咧，已經可以證明到啦，唔適合大家去投資。你居住嘅話咧，你住咗入去係冇配套，兼且上咧可能樓價未到低位嘅片區嚟嘅。OK， 咁我哋咧用咗呢一個篩選法排除咗嗰啲唔適合嘅區之後咧，就會剩翻呢幾個區啦。北邊就會有港口嘅，南邊有坦洲、三鄉，西邊有小欖、東星，東邊嘅話咧有火炬開發區靠近東區嘅嗰一塊，亦即係咧大家現時可能喺 YouTube 上邊啦比較多聽到嘅博愛七路嗰一帶，同埋咧海欣新城嗰一帶嘅。咁啊，跟住就係四個市區，咁啊都啱住噶啦，就睇翻大家中意邊個區啦，同埋咧呢四個市區樓價咧就各有唔同嘅。OK， 咁我哋篩選出嚟剩翻嘅呢啲區咧，大部分都係繁市區嚟嘅。何謂繁市區咧？即係咧呢一啲鎮區係非常之靠近市區嘅鎮區嚟嘅。例如我哋講嘅北邊嘅港口，港口咧就係靠近石岐嘅。南邊嘅坦洲三鄉就特殊啲，因為佢哋唔係話靠中山嘅市區，佢哋咧反而係靠珠海嘅市區。西邊有小欖東星，其中東星咧係靠近西區嘅，小欖咧係一個中山入邊最特殊嘅區域。點解咧？係因為咧小欖咧係一個中山常年，即係中山市啊。立史以嚟咧，一直嚟講，小欖所創造出嚟嘅經濟總量，常年都係中山市嘅前3名嘅，亦即係話呢一個區嘅一個經濟總量、人口配置，即係配套嘅配置，已經可以啦媲美中山4個市區當中嘅任何一個區㗎啦。佢嘅功能、佢嘅地位咧，有少少類似佛山嘅順德。順德以前係獨立一個市㗎嘛，而家因為咧方便大家管理，順德就並咗入佛山嘅，亦都有少少似啦肇慶嘅四會之前都係獨立一個市嘅，後尾為咗方便管理啦，咁啊而家就歸翻落肇慶去管啦嚇。咁啊小欖咧，佢嘅地位咧同我上述嘅呢兩個地方咧，亦都係差唔多嘅，自身嘅經濟好強，人口好多，配套非常之成熟。佢自己咧就可以當作一個市區去用㗎啦，唔需要啦去借助任何一個區嘅外溢嘅影響。咁啊，跟住咧就係東部嘅火炬開發區，靠近東區嘅片區。啱啱有講到啦，火炬開發區越靠南廊，越靠馬鞍島嘅片區咧，就工廠越多。配套咧越唔齊，越多貨車，衞生越差，人越雜亂嘅。但係火炬開發區好大，佢靠近東區嘅嗰一 part， 上邊有海欣新城。海欣新城我喺另外一個頻道啦拍攝觀嶺嗰陣時有講過啦。中山成個城市歷史上真正一個可以稱得上富人區嘅地方，就係海欣新城。海欣新城就係喺火炬開發區靠近東區嘅片區。嗰個片區嚟講，佢完全睇唔到嘅係工廠，完全睇唔到有好多大貨車、泥頭車、運輸車，亦都睇唔到人口嘅雜亂，亦都睇唔到人口嘅雜亂，取而代之嘅係佢嘅自然環境好優美，居住密度好低。中山嘅一個最靚嘅高爾夫長江高爾夫球場，亦都喺嗰個位置，即係佢係一個咧黃中大靜真正意義上嘅富人區。咁所以話咧，上邊咧排除開4個市區之外咧，一係就係泛市區嘅位置。一係咧就係佢本身自身嘅經濟能力好強嘅區域。好啦，咁我哋咧用呢個篩選法咧逐個嚟講啦。首先北邊嘅港口，現時咧賣緊嘅價錢咧均價下，我而家講嘅咧係呢個區域
入邊賣緊嘅樓嘅平均嘅價錢，就唔代表話個別樓盤賣緊幾多錢，因為咧每一個區都好啦。入邊嘅樓盤有好有壞，有高端有低端，所以話咧大家咧拉翻個平均就係我而家講緊嘅呢一個價錢嚟嘅。咁啊講口啦，現時整體嘅均價係8500蚊一平方嘅。咁啊相比起啦，佢高峰嘅時候要賣到16000蚊、17000蚊咧，而家就差唔多係斬半㗎啦。咁啊講口，因為咧佢近石岐嘅原因，佢咧就接住咗啦好多石岐啦外溢嘅人口。咁啊點解會有咁多人口咧？係因為樓市上升期嗰陣時咧，石岐要賣到2萬幾蚊嘅，港口係1萬零蚊。但係咧喺港口揸車去到石岐咧，只不過係10分鐘以內嘅車程，所以話咧佢接住咗啦好多外溢嘅人口。而且港口啦，現時嚟講咧，因為佢係基本上係10年之後先開始真正咁樣發展嘅，所以咧你喺港口你見唔到啦石岐嘅嗰一種咧窄嘅街道，石岐嘅嗰一種經常性嘅塞車，因為佢係新嘅城市規劃。包括大家而家咧去到港口啦、保利國際廣場同埋中海世紀匯、上城世紀公園嗰一帶，你可以見到啦一個可以咧媲美二線城市嘅城市面貌。咁所以話咧港口咧第一個就係平，同埋咧城市界面新。咁啊跟住咧因為咧承接咗石岐嘅人口，咁所以話佢自身嘅配套咧就唔會差嘅。OK， 第二個南邊啦，南邊就有大家非常之熟知嘅坦洲同埋三鄉嘅。坦洲現時嘅均價咧係12000左右一平方，跟住咧坦洲咧喺中山嚟講，不止樓價啊，樓價咧係有一個啦比較之特殊嘅存在嘅，因為咧佢而家賣緊均價咧係12000蚊，12000蚊呢個均價咧可以買到一啲石岐平啲嘅樓啊，西區嘅樓同埋南區嘅樓啦，亦即係話一個鎮區佢嘅樓價係同市區係差唔多嘅。我俾一個我自己簡單嘅理解俾大家，坦洲嘅樓咧係唔可以太平㗎。點解咧？係因為大家要試諗下啦，現時坦洲大家喺每一個樓盤啦，即係大部分嘅屋苑啦，過去珠海嘅市區大概係3個字左右嘅車程。咁短嘅距離，你就可以由一個1萬幾均價嘅坦洲，去到一個均價3萬幾蚊嘅香洲區，亦即係珠海市區。咁如果大家試諗下啦，坦洲嘅樓價如果冧咗嘅，冧到去幾千蚊嘅，咁到時珠海嘅樓要點賣？到時工作生活喺珠海嘅人，仲需唔需要諗珠海樓呢？即係如果我係咧珠海打工嘅人，如果坦洲個樓真係冧到幾千蚊一平方嘅，我同你講，我諗都唔使諗，直接我就去買坦洲樓啦。因為我可以用更加低嘅價錢買到一個更加大嘅樓，買到一個咧更加靚嘅社區，何樂而不為呢？而家坦洲樓個個屋苑入邊樓下有成熟嘅街鋪啊，有成熟嘅配頭，入邊嘅花園呢啲花草樹木咧種得又靚，唔似話珠海啲樓。珠海咧有市區啊，因為佢本身嘅土地嘅存量唔多啊，所以話咧個個樓盤咧都係豆腐潤咁細嘅一啲屋苑啊，所以話佢本身嘅社區配置係唔夠嘅。咁所以話如果佢冧到幾千蚊嘅話，我作為珠海人，我諗都唔諗，直接就去買坦洲樓啦。所以話點解喺而家樓市下行嘅情況下，一個鎮區坦洲嘅樓價都仲要賣到去12000蚊嘅原因就係咁樣啦。OK， 我哋講翻啦，坦洲呢個地方咧喺過去咧的而且確啦係一個工廠比較之多嘅區域嚟嘅，因為佢喺中山嘅功能咧就係要負責生產嘅，負責創造經濟啦，增加就業嘅機會嘅。咁啊，因為咧近年來啦，近呢10年左右嘅時間啦，隨住珠海嘅樓價一直高企，咁啊承接咗咧好多珠海市區外溢過嚟嘅人口。咁你呢個區人住得越嚟越多啦，咁啊人住耐咗咧，自然佢嘅生活要求咧就會提高。咁所以話咧，坦洲鎮政府咧亦都冇辦法啦。咁啊咁多人啊，而家係咪先？咁所以我要將啲路啦整靚啲，將原本嘅喺坦洲嘅工廠咧可以撤嘅，盡量撤走佢。跟住咧招多啲商啊，咁啊整多啲商家入嚟，咁啊可以咧將坦洲咧由一個工廠區變成一個真正嘅住宅區。所以話大家現時過嚟坦洲買樓啊，點解我行喺路上嗰陣時咧，經常會見到坦洲喺度整緊路啦，喺度整緊啲可能係呢個鎮
入邊嘅配套啦，係因為咧坦洲現時咧正在轉型緊，希望可以變成一個啦更加之適宜居住嘅片區。咁跟住咧就係三鄉啦。三鄉咧現時整體嘅均價咧係7500蚊左右嘅。三鄉啦，亦都係啦現時好多香港街坊咧對於中山嘅第一印象嚟嘅。咁一提到中山咧，好似咧就肌肉記憶咁樣，自然而然咧就會講出三鄉呢兩個字噶啦。係因為確實係雅居樂呢個發展商就係發展於發家於喺三鄉嘅，佢亦都係咧第一個喺無線打廣告嘅內地發展商嚟嘅。雅居樂花園享受生活 A 級之選，我哋誠意推介，特別為你介紹現樓景湖居，有露台、有電梯、有湖景，都只係14萬幾起。2號湖居別墅連花園2000幾尺，一口價63萬8。今個禮拜6日1，雅居樂展銷會見啦，走！所以咧，從1999年開始吧，我記得唔記得98年定係99年啦，開始咧雅居樂就開始幫自己喺三鄉嘅樓去打廣告啦。所以話從90年代開始咧，就已經有香港街坊上嚟三鄉呢個地方，或者係上嚟中山呢個城市去置業噶啦。所以點解好多香港街坊第一印象或者係肌肉記憶，你一講中山就提到三鄉嘅原因就係咁啦。包括係單輪居住喺香港人嘅人口嚟計嘅話咧，三鄉亦都係中山24個區入邊住嘅香港人最多嘅片區啦。咁所以話第一個中港巴士站中山亦都係喺三鄉呢個位置嘅。關於三鄉啦，近幾年咧佢就有少少唔好嘅地方，就係佢嘅新樓供應咧係比較少嘅。一直咧冇乜嘢話好高質量嘅屋苑啦，可以咧提供出嚟。首先咧，佢三鄉啦，佢鎮中心嘅地方咧，因為已經發展咗咁多年啦，20幾年啦，即係三鄉雅居樂嗰一帶啦，已經係冇乜嘢土地嘅存量噶啦。而家大家喺三鄉買樓咧，可能只可以揀咩華發觀山水啦，好似駿景峰啦呢一啲咁嘅片區啦。你買三鄉咧，個意義就係可以提供俾你一個清幽啲嘅環境，包括係華發觀山水又好，駿景峰都好咧，佢都係可以提供呢一個環境俾你。即係你住咗入去之後咧，你可以感覺到啦，周邊嘅樓咧係冇咁密集嘅，綠化咧係非常之多嘅。如果咧你係需要一個清靜環境嘅街坊咧，三鄉嘅樓咧，亦都不妨係一個選擇嚟嘅。即係我喺往期嘅影片我都有講過啦，即係我都係咁嘅人嚟嘅。即係我覺得我現時過緊一個都市嘅生活，我做咗10幾年，可能鏡頭前面嘅街坊咧就做咗成幾十年嘅嘢啦，快節奏嘅生活。我希望買一個退休嘅屋企，係一個密度比較低嘅。同前面嘅樓咧隔得比較遠嘅，綠化比較多嘅，清幽啲嘅環境。三鄉咧現時賣緊嘅樓盤咧，可能真係適合大家啦。跟住咧就到西邊啦。西邊咧就係小欖同埋東星啦嚇。小欖呢個片區咧啱啱有講過啦，就係咧佢本身自身嘅實力非常之強啦。所以完全係唔需要靠啦外溢嘅嗰啲勞動力啦，或者係人口啦過嚟嘅，佢自己就好強。包括現時咧有好多香港街坊嘅元祖籍啦，即係只要你係中山籍嘅，可能元祖籍入邊大部分咧都係嚟自小欖嘅，因為小欖呢個地方嘅人咧，原住民咧同埋順德係差唔多嘅，即係會有好多啦經商頭腦好犀利嘅人啊，即係有好多商人啊，所以咧呢個區咧係一個好神奇嘅區域嚟嘅。包括大家都知道嘅吳卓羲啦嚇，吳卓羲咧亦都係元祖籍咧係小欖嘅。OK，佢本身咧自身嘅經濟實力啦、配套設施啦好全啦嚇，包括三甲醫院啦等等呢一啲嘅，有好多元祖籍本身係小欖嘅街坊咧，可能想歸根落葉啦。就會咧買咗喺呢個片區嘅。呢個片區可能相對大家嚟講咧會比較陌生，係因為咧佢確實，如果大家話好似我哋往時嘅嗰啲返香港嘅交通工具或者係交通模式啦，即係話你無論行深中通道又好，行港珠澳大橋都好似咧小欖咧都唔係話特別之近嘅，但係小欖本身呢一個片區咧係一個十分之好嘅區域。我希望後續嘅影片啦，可以同大家去介紹下啦小欖嘅屋苑嘅，其實都係十分之唔錯嘅嚇。跟住就係東星啦，東星咧就係靠近西區嘅，同埋港口差唔多嘅，亦都係15分鐘嘅車程內啦，就可以喺東星直接鏟到去西區㗎啦。亦都係同樣嘅情況。
樓市高企嗰陣時咧，因為西區嘅樓價同樣亦都係突破咗2萬嘅。咁啊，東升嘅話咧，嗰陣時就啱啱好1萬出頭嘅啫。亦即係話，如果你肯使呢個3個字嘅揸車嘅路程翻工嘅話咧，你嘅樓價就可以直接平咗1倍㗎啦。100平方嚟計嘅話咧，你已經係可以平咗差唔多成100萬嘅。所以話點解東升咧，亦都係咧接住咗啦西區呢個外溢嘅人口啦。咁啊，隨住人口越嚟越多咧，佢入邊嘅配置咧，亦都係越嚟越齊全啦，生活氣息咧越嚟越足啦。跟住咧就到東邊啦，東邊咧亦即係咧火炬開發區靠近東區嘅位置。咁啊，呢一個片區咧，目前嘅均價係1萬蚊左右嘅，非常非常之平。咁啊，前文都有提到啦，火炬開發區亦都係啦，中山歷史上真正意義嘅第一個富人區海欣新城所處嘅位置。近呢幾年嘅話咧，有另外一個板塊大家比較之熟悉嘅，就係博愛7路啦。咁啊，上邊咧亦都有好多好受大家歡迎嘅屋苑啦，例如係澳豐天譽啦、博愛里啦、聚浩園啊，同埋咧可能前幾年啦嘅萬科金域中央，係因為咧我喺另外一個頻道啦，介紹澳豐天譽嗰陣時有提到啦，博愛7路呢一條主幹道係非常非常之重要嘅，好多返工嘅白領，朝早一起床擘大眼落樓着車，就基本上都係要行呢一條路去返工㗎啦。咁所以話長年累月呢一個片區咧，就居住咗好多嘅白領啦、公司嘅高管啦、私廠企業嘅老細，亦即係話咧居住嘅人口質素咧越嚟越高，包括係大家知道嘅現時中山最新最靚嘅商場富日城，亦都係整咗喺呢一個片區。博愛7路一路鏟上去就可以到呢一個商場㗎啦。咁點解呢一個咁靚咁大嘅商場唔整喺傳統嘅舊區，即係好似咩石岐啦、西區呢個片區要整喺呢度呢？係因為呢度嘅居住人口有咁嘅消費能力，佢可以接得住貴嘢，即係你餐廳賣貴啲咧都有人去食。咁所以話點解呢一個咁靚嘅商場要整喺呢一個地方嘅原因就係咁啦。OK， 咁跟住咧就剩翻4個市區啦。4個市區咧就一直以來都係大家咧都係比較之推介去居住嘅片區嚟嘅，係因為呢4個市區咧一直都係中山市啦，從古至今一路發展開嘅區域。咁所以話咧呢4個市區咧差極都有限，即係至少唔會話我落樓揾唔到士多我買餸冇街市呢一啲顧慮出現啦。咁跟住咧，我哋分別嚟講下啦。首先石岐，現時石岐咧整體嘅均價係15000蚊左右嘅。石岐亦都係成個中山嘅心臟地帶、行政中心。中山改革開放以嚟第一個發展嘅區域就係喺石岐。咁所以話咧，大家現時啦行喺石岐嘅街道咧，你可以見到有好多啦，遺留落嚟嘅古建築啦、舊建築。你包括係咧行入石岐街，特別係舊石岐街啊，你可以見到咧啲道路咧特別之窄嘅，係因為咧佢從改革開放時期開始發展。咁啊，改革開放時期嘅中國咧係冇咁多私家車嘅，好多都係摩托車、單車，所以話呢啲道路咧整到咁窄嘅原因就係咁啦，即係佢係舊式城市規劃。佢唔似話東區，東區係新式城市嘅規劃，所以佢嘅道路更加之闊。因為咧現時咧中國人生活質素越嚟越高啦，好多家庭都買得起車，所以車輛咧越嚟越多。好似咧石岐呢一啲舊街道咧，真係每逢上落班高峰期咧就極其之塞車嘅。包括如果大家係港車北上，有機會行過去舊石岐咧，都知道㗎啦，好煩嘅。OK， 咁啊石岐咧主要係啱大家居住嘅原因，無非就係佢嘅配套非常之齊全，跟住咧係最有煙火氣息嘅，最能夠代表中山嘅，美食最多嘅，所以買石岐嘅街坊基本上都係咁樣諗㗎啦。咁跟住嘅話咧，石岐入邊咧有一個地方係好特別嘅，就係石岐經濟總部，或者我可以講翻就係旗江新城。咁啊呢一個片區入邊咧有好多啦，大家非常之熟悉嘅屋苑。基本上現時成個中山賣緊4個4代住宅，有3個都係喺石岐呢一個新開發嘅區域嘅，亦即係咧石岐經濟總部同埋旗江新城呢一帶嘅。咁啊點解會開發喺嗰度咧？係因為啱啱有提到啦，舊石岐
已經成個土地存量就係差唔多啦，已經發展到去一個差唔多嘅上限啦。而且咧舊樓比較多，你個開發成本比較高，所以亦都好難得嘅喺一個核心嘅腹地，仲會有成大片嘅吉地俾中山去發展一個新嘅市區。所以話咧，大家入到去旗杆新城嗰一帶咧，你可以感覺到啦，同舊石岐完全唔同嘅情況，就係道路會更加之闊啦，樓或者係建築物同埋建築物之間咧會起得比較疏啦，咁啊好似係更加之貼近翻大家現代化嘅居住嘅需求啦。咁跟住咧就係東區啦，東區咧基本上嚟講係4個市區入邊最後生嘅嗰一個咁啊我自細喺度咧，基本上嚟講係睇住東區發展啦。我印象中冇記錯咧，就係從06年開始發展嘅舊市嘅東區咧。同埋現時嘅旗杆新城嗰一帶係差唔多㗎啦，成大片嘅吉地喺晒嗰度。咁啊，經過咧呢20年嘅發展，慢慢東區有城市嘅模樣啦，有現代化城市嘅建築物啦，亦都有咧可以咧支撐得起現代車流量嘅大道路啦。咁所以話咧，東區咧係入邊最新嘅市區啦，亦都係咧最現代化嘅都市啦嚇。現時咧東區賣緊嘅整體均價咧係18,000蚊左右嘅，亦都係4個市區入邊啦最貴嘅區域，18,000蚊。咁啱啱講到啦，4個現時中山嘅4代住宅，有3個喺石岐，仲有一個咧就係喺東區嘅，就係保利朗悅啦。咁啊，東區啱咩類型嘅街坊買咧？就係咧，你希望你行落樓，你可以感受到咧現代都市化嘅。你出街咧，唔希望咧行嗰啲窄路嘅。咁啊，你希望咧鄰里質素咧可以高啲嘅。咁啊，你就要咧買貴啲，買落東區呢一個位啦。咁跟住就係西區啦。西區現時嘅均價咧就13,500蚊左右啦。西區咧同埋石岐咧其實係差唔多嘅，都係一個舊城區，我啱啱講到啦，第一個中港巴士喺三鄉啊嘛，第二個咧就係喺西區呢個位置嘅，就係西區國際酒店嗰一帶啦嚇，咁亦都係可能好多香港街坊過嚟中山嘅市區咧，如果要過市區嘅，好大機率咧有好多街坊都係喺嗰一帶咧落車嘅，即係舊陣時啊嚇，咁啊西區咧舊城區，以前咧就係娛樂之都嚟嘅，咁啊相對嚟講咧人口比較雜亂少少。娛樂之都㗎嘛，但係咧我喺片入邊咧又唔方便講，大家自己腦補係知嘅啦。咁啊經過翻近代嚟講咧，因為西區咧都有佢自己啦比較新嘅一個片區嘅喺呢個西區入邊，亦即係咧彩虹片區嗰一帶啦，係一個啦將舊建築啦全部翻新啦或者係重建嘅一個片區嚟嘅。咁所以話咧，你而家入到去彩虹片區咧，你可以見到有好靚嘅公園啦，更加之疏嘅建築物啦。同埋咧有醫院啦，有商場呢一啲嘅，所以話咧喺嗰個片區嚟講咧，亦都係好適宜大家去居住啦、去置業嘅一個片區啦。跟住就到南區啦，南區呢個地區咧就好特殊嘅，因為咧佢係屬於4個市區入邊啦，綠化率最高嘅一個市區。但係咧綠化率高之餘咧，佢相對嚟講嘅配套嘅密度咧就冇前邊嗰3個市區咁高啦。成個南區入邊咧就只有南區近石岐、近東區嘅嗰一帶，亦即係咧大家現時喺 YouTube 經常有睇到嘅遠洋天鑄嗰一帶，配套比較齊全嘅，生活氣息比較足嘅。其餘嘅南區嘅片區咧，你行入去咧，你可以見到嘅都係花草樹木啦、綠植啦，同埋咧住得好疏嘅人口啦。所以話咧，佢雖然係市區，但係咧佢比較偏向於啦，係一個好似係海欣新城嗰種嘅一種黃中大靜嘅一種感覺。南區咧亦都係咧4個市區入邊啦，樓價最平嘅，11,000蚊左右一個平方。咁如果大家唔想偏離市區，又想有一個相對之清幽嘅環境，咁大家可以睇下南區嘅樓啦，同埋海欣新城嘅樓啦。只不過咧喺近呢幾年咧，南區咧就冇乜嘢新樓開發，所以話咧冇乜嘢靚嘅樓咧可以俾到大家選擇嘅。咁篩選落嚟嘅區域咧，我哋就介紹到差唔多啦。咁喺市區板塊入邊咧，有一個例外嘅就係4代住宅啦。
咁我哋頻道喺前幾期啦介紹四代住宅匯總篇嗰陣時，咁都有提到嘅，就係四代住宅咧現時都仲係物以稀為貴，咁所以話無論邊一個四代住宅都好，佢現時咧賣緊嘅價錢咧係遠高於啦佢所在嘅嗰個區域嘅平均價錢嘅，所以話係唔可以用呢個平均價錢去參考四代住宅在售緊嘅價錢啦。咁因為咧四代住宅物以稀為貴，咁做工更加之精緻啦。花草樹木更加之靚啦，咁每一個盤都係一個靚嘅會所啦，所以話咧佢嘅價錢咧就係要賣得貴啲嘅。咁關於會所呢一點咧，亦都係好多香港街坊啦，特別係首次置業嘅街坊都會話點解呢一個屋苑會冇會所嘅咁樣？係因為大家嘅生活習慣唔同。內地街坊咧其實係冇乜會所文化嘅，所以大家喺三代住宅嗰陣時咧，你係睇唔到有幾多個盤係有會所嘅。但係現時咧四代住宅係可以滿足到大家喺香港嘅嗰一種會所文化㗎啦。跟住咧戶型嘅實用率係真正意義上可以突破100%嘅，所以四代住宅嘅價錢咧，或者話四代住宅嘅亮點咧，係要比傳統嘅3.0住宅係要多好多嘅，所以佢賣得貴嘅原因就係咁樣啦。OK，今期咧中山24區就介紹到差唔多啦，希望可以幫到大家，尤其是係首次置業中山嘅大家。提供一啲乾貨，提供到一啲幫助嘅。如果大家仲想聽阿 Cam 去介紹啲乜嘢內容嘅，亦都歡迎喺下邊嘅留言板啦進行留言。大家可以討論一下啦。今期影片咧就到呢度啦，我哋下期再見啦，拜拜。